而家講緊嘅係2012年第26條，呢一條嘅題目就係話某一個喺固定體積嘅密閉容器內嘅化學反應，佢嘅濃度時間嘅坐標圖係如下咁樣所示啦。喺呢個濃度時間坐標圖，我哋可以見到 Q 同 P 嘅反應啦。首先我哋講下 P 嘅描述先。P 嘅終點呢係喺第40秒嗰度嘅，咁呢一個亦即係代表 P 嘅反應呢係由0M嘅濃度開始同 Q 反應，並喺40秒嘅時候增加至2M。咁 P 喺40秒開始停止反應，即係 P 嘅反應亦都完畢啦。咁而家係到 Q 嘅描述啦。Q 嘅終點係喺40秒嘅，咁即係代表 Q 嘅反應呢係喺40秒開始停止反應，反應亦都完畢。不過 Q 呢係由1M 嘅濃度開始下降至到40秒嘅0M。咁即係1M 嘅 Q 呢係同2M 嘅 P 係做呢一個嘅反應，咁答案亦真係 D， 因為 Q 係同2P 嘅造成呢一個反應嘅。